我都話咗好多次，我係廣州人啦。咁同聲同氣，對於香港呢次嘅世紀大火呢，其實我都係好傷心嘅。咁樣始終都係真係好希望香港呢可以真係振作，重新出發，可以即係話檢討下，咁然後呢可以將啲隱患呢即係去除啦，能夠做得更好。咁樣呢，有一樣嘢，因為即係香港覺得係處於一個民主轉制嘅時代。咁樣啦，即係譬如我自己都係啦，啱啱移民去加拿大嘅時候咧，有咩事都覺得第一時間我唔掂，有啲咩情況咧就要打電話俾政府。但後來發現咧，其實你香港一個民主制度啊，你打電話俾政府去啊，好多時係冇乜用，或者係嗰個係個效果冇咁好嘅。咁後尾就發現應該有咩事咧，就打俾自己個區個議員。譬如我話我大雪封山出唔到去啊，你嗰啲市政府嗰啲車仲未嚟啊，咁我咧打過好多次去市政府係冇人理嘅。但係我一打俾個區，我哋個區個議員咧，佢就馬上去處理呢件事，好快市政府咧就揾人嚟去即係處理我嗰啲事情咯。咁即係會唔會話係一個即係香港係一個轉型嘅即係民主制度，即係嗰個市民嗰個意識，咩都要揾政府，其實唔係嘅，好多時你要揾你自己選嗰個區議員嘅。佢係最快可以解決到你哋呢個區嘅問題咯。咁仲有啦，譬如我就唔明白你自己嗰個大廈嗰個裝修維修工程係由你個區議員決定嘅咩？應該按我嘅喺西方嘅理解就係話，你應該係由你自己嘅居民決定。嗰個區議員只係坐落嚟記錄你哋嘅決定，咁綜合大家嘅意見就去做啦。咁區議員冇可能好似黃碧嬌咁樣逼你哋要去做你自己唔想做嘅嘢，係咪？所以啲嘢我亦都係唔明白。仲有一樣嘢，你自己發現咗，即係你自己發現你自己居民發現咗係有火災個隱患第一時間應該揾你嘅區議員啦，係咪？即係唔可以唔反應嘅。其實你好多時打電話俾政府咁多個區，佢管得到邊個？但係如果你打電話俾個區議員咧，佢就會嚟處理啦，係咪？咁譬如鴻福苑嘅居民或者係其他人，你發現到有嗰個即係嗰個容易點着或者有煙頭或者係有啲小零星嘅火焰咁，就應該去第一時間就要同你嗰個，就執住你嗰個區議員去講，喂，唔啱安全規範喎，咁多安全隱患，咁點解係冇同嗰個區議員即係去反映啦？咁另外一件嘢，區議員咧係你自己揀嘅，你揀嗰時真係要帶眼識人，要認真要認真揀，要細心揀即係唔好話你咁多咩意識形態嘢，最緊要你揀一個負責任嘅，係咪？即係好人啦，即係合格嘅一個區議員咯。所以呢啲係我自己即係同香港